嚟呢度做咩㗎？因為第一個咧，通常咧都好緊張，好未啊？係啦，第一個係燒月型，我哋有請佢上台。咁啊，蕭蕭啊，你準備好未啊？試下啲鼓鼓先，你試下幫我踩個腳有冇聲先？咦有喎，試下幫我打個查查有冇聲先？打佢。哇有喎，你個好靚女化咗妝，好靚啊，蕭蕭。咁我哋咧準備開始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唔好？我哋第一首歌咩歌？好，3、2、2、3、4。哇，好犀利啊！少少，你完全咧係好有勇氣喎，好犀利！你成功咗啦，係咪啊？夾得好好啊！我哋陣間先整咩啊？一蚊咗落嚟咧，有冇手啊？因為佢都係會吹翻落嚟。好好。OK，唔緊要啊，實有呢啲意外啊！年輕都碰上歲月，能像溫醉，也從前一百萬歲，我是一百盡情盡溫清脆。太多吸引，你要有個好玩的人。準備好未啊？你咧真係我話啦，執咯，講嘢好似我。